Hello，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如心分享嘅 Stephen 張啊，今日咧同大家嚟到着住平一個西着嘅中層兩房單位，單位使用面積450。單位主要景觀咧就望翻大帽山方向啦，望翻樓景、山景、市景。咁我而家就喺個窗台嘅位置，客飯廳位置。如果善用埋窗台嘅空間擺榻榻米啊、cushion之類咁樣咧，親朋戚友上嚟可以有個位置俾佢哋坐，空間咁樣會大好多。客飯廳呈日字形，相當之易安排㗎啦，呢啲位置。前面擺張4至6人嘅飯台，客廳又擺梳化、電視機、電視櫃、地氈、茶几都冇問題。埋翻門口少少嘅位置，門口右邊咧會有個 U 字形嘅開放式廚房。咁業主又間咗半塊玻璃喺度㗎啦，咁已經好有效咁阻隔到油煙去到另一邊廳咁樣樣。雪櫃位置、鞋櫃啊，啲組合櫃、飾櫃咁樣樣。有冇埋走廊房？走廊左邊浴室，近乎都係原裝設計嚟㗎啦，冇咩大改動，好好保養，亦都清潔得好乾淨。斜對面一間房間其實係間出嚟嘅房間嚟嘅，咁但係個 size 啊、間隔都相當標準，分體式冷氣、大窗，景觀都相當開揚。到最後主人房。同樣地做咗地台設計，呢一個位置可以做一個類似梳妝台嘅書台嘅位置。左邊咧就係個高身嘅大嘅趟門衣櫃。到最後主人房景觀。